新闻一开始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伫咱台湾有超过60万人使用的电动机车 Gogoro， 即马去用标出因公司为着要压低成本，却是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，用生产地方式来诈领补助金。Gogoro 昨天召开董事会，创办人陆学新宣布甲董事长的职务辞掉，由润成控股董事长詹万达来接任董事长。安阳原地台湾总经理强家伟是来接任代理执行长。电动机车大公司Gogoro传出人事大地动，13开董事会了后宣布，创办人陆学新正式董事长甲执行长该由润成投控董事长，也是润泰集团副部长詹达平接董事长。外界理由，陆学新起自甲Gogoro涉嫌用生产地方式违规使用中国制零件，诈领电动机车补助关系。不只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投资人。在这个 prospect 里面呢，我们润泰集团的尹总裁这次也有参加。从第一次我们 founding 公司的时候，到现在每一轮他都参加。经济部说明，根据电动机车补助要点规定，控制期要在国内产制买电动机车的消费者才能申请买车补助。之前确实有收到检举案件，指Gogoro电动机车控制器不是国内生产，是为中国进口。Gogoro 13暗时开记者会，除了宣布董事长的竞选，原台湾总经理强家辉会接任代理执行长。对陆学新是不是生产地相关事件请示负责，强家辉并无继续回应。经济部产发署已经在调查，各接职业者来讲伊意见。目前已经准备好审查文件，按算9月底会开审议会议，由专家学者来进行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